继续来看中国泛人徛的天眼系统，敢讲嘛要出现伫台湾咯。这个代替最近伫凤原站试办一套智慧型影像监控的系统，除了会当来侦测到微生物、甲人潮流动等等11项的状况之外，也阁有人面辨识的功能。只要被锁定的对象经过镜头前，系统就会发出着通知，讲伫试办的期间，就帮警方抓到一个通缉犯。也毋过，这嘛来引发着个人资料外泄的争议。代替早起来证实，确实有法令的问题，所以会甲人面辨识这个功能甲停掉。旅客进出加票的所在，除了代替工作人员伫现场，即马代替局嘛透过10几个监视器，会当协助判断人潮的流动是毋是有异常。超过它那个限定的参数，它会通知车站人员，要不要加派人员去服务？另外嘛，针对旅客伫外台敢有超线、铁路敢有落物件，甚至敢有人跋落去，总共11项的状况，拢会当自动的侦测。但是引发争议的是，系统也有人面辨识功能，只要输入相片或者影像，被锁定的对象经过镜头前，系统就会通知。试办期间，曾经帮助警方抓到通缉犯。我刚好说最近有一个通缉犯之类的，好，那就提供给我们，那真的是阴错阳差了，那也只是在做测试。但是这款功能类似中国的天眼系统，民众质疑有各自外泄的问题。会不会出入哪里？好像就是可能资料就会被可能传递出去。经过试验员检讨，代替局认定人面辨识确实有法令上的问题，因此已经决定停用。若是其他11项的异常分析功能呢，是要继续使用，或者是扩大增设，会搁再讨论。